最近香港餐飲市道陷入困境，唔少連鎖大品牌甚至歷史悠久嘅餐廳都相繼結業，唔少小店都想盡辦法突破重圍。最近有食客發現，旺角一間日式餐廳原來夜晚設有熱舞表演時段，原來係推介餐廳優惠同埋特色套餐。食客表示喺食飯途中突然聽到鈴鈴聲，之後就有兩位身穿露腰衫同熱褲嘅女生喺餐廳內配合音樂跳舞，原來係餐廳安排表演，用嚟推介當晚限定優惠。網民留言話：雖然佢哋跳得唔齊，但係勇氣可嘉。又指香港飲食業好難，一定要支持客小店。呢個情景就同近日網上熱爆杭州一間火鍋串燒店有靚小姐姐為客人表演女舞熱舞一樣。杭州呢間餐廳嘅客人只需要喺用餐時間額外俾指定嘅費用，大概200蚊，就可以喺食飯時間欣賞現場勁歌熱舞。連日嚟已經喺小紅書、抖音、Facebook、Instagram 有唔同嘅影片分享。有人統計全網影片播放數量超過億聲，雖然有網友話低俗好尷尬，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好中意話要組隊上去體驗。今次報道去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影片就記得訂閱。